是啦，因为放炮，因为痛算，代志是安尼吼。最近吼，我伫咧路里咧行路的时阵吼，愈来愈侪人甲我讲，恁海海导咱先生愈来愈好看咧啊！谢谢，感谢大家支持，谢谢。所以这咱一切吼，拢爱感谢咱的工作人员，你讲对唔对？谢谢。所以我伫遮呢哈，我甲所有的观众朋友答应，阮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做出愈来愈好看的海海导演先生，你讲好吗？我讲海海，你讲动算，海海，动算，海，动算，谢谢，是要算啥？是着奖的动算是不是？无，就是讲看会使选拜一甲拜五拢会使看到咱。我甲你讲吼，今仔日是真正爱选举，要来选，还是要选啥货？唔是咧选政治人物哦，是咧选庙婆。选庙婆哦，选庙婆甲庙的文化历史拢有关系。要选庙婆，咱来比唔要请一个当机。当机一定来啊！有当机通请。我伊甲你名同款的新好。新好，个个同款，哎呦喂！我今天在人潮啦。Hello， 你好。我住伫后壁，我想讲，我是来到底我来参加这次是对啊，毋对？我想讲是啥物选举场的哦。选举场哦，无是要选庙婆啊，需要当机啊，才缘投的。白拢叫新好，哪会安尼？安尼哦，我嘛是安尼想呢。啊，你真正是当机对，我5岁开始通联，啊了20几岁开始做当机到即嘛。啊，毋过即嘛有咧拍伊咧做演员，啊嘛拄出唱片咧。那是这个人啊。5岁开始通联，所以你啥物拢看会到就对啊。咱进前是无啦，今仔才最生气的啦。最生气哈，无问题啦。啊，今仔日要选庙婆吼，你感觉庙婆爱有啥物条件哈？我感觉头一点哦，庙婆吼，至少爱人好吧，看到人爱喙笑目笑。你袂当看到人啊，结一个西面伫遐。啊，你袂使。人个庙，我想讲，外口是爱相信我耍动的遐，人嘛无愿意行入去拜。这是一个上基本的，爱喙笑目笑，爱人好。啊，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其实我感觉每一间庙啊，甲每一个宫，拢有家己的无共款的文化。对这个庙有了解偌济，这不存在，就是讲无一定讲一定拢爱完全了解，但至少因讲咧拜什么神，吼啊到底有啥物做啥物款的服务，比如讲有人有咧祭改啦，有咧收惊的啦，是讲有咧替信者服务啥物物件，咱至少爱知影。这囡仔真正破路叫，真正是，伊是真正庙公专业的，因当是开庙的。啊，但是咱今仔日有2个真正的候选人，要来选，要来请拼。到底是啥人呢？派面介绍一下哦。嘿嘿。大家好，我山猪妹。今日到底是倒2位庙婆要带咱来去挂香呢？今仔就来看美食啊！这2位候选人啊，看起来是足无共款的，不过拢白水啦。啊，今麦就要来欢迎咱第1位的候选人，艺术经理Joanna。哎呦！哇，庙婆真够足水着，大家好，好笑钱，好笑庙婆你好，你好，大家好。听讲你是对台湾头拜到台湾尾，啊，搁靠生命去找着翁哦。是啊。哇，真厉害！我嘛爱，我嘛带去吧，带去吧。都会来去。啊，我就想要甲你问讲，你迄时阵婚礼的时阵啊，会放迄音乐，你是放噔噔噔噔，还是放咚咚钗？当然是动动菜啊！这你要去掉哦。啊，今仔
就要透过这位候选人啊，来带咱去看庙宇的美丽。欢迎。接下来要来欢迎的第2位候选人啊，就是咱国民的初恋控沙。控沙，控沙，控沙，控沙来控沙，控沙你好，你好，耗子哥，你的愿望，大家拢听到啊？什么？就是一直要看到控沙，所以今麦大家都来啊，你是刚都来哦。所以今麦就搁甲请到啦。控沙伊对国校就开始拜拜，拜到今麦超过20档，是对红仔就开始拜啊嘛。应该是讲还袂行路就开始咧拜行路就开始拜啊！啊，听讲伊今日要来选庙部啊，是有透过关系哦。伊是迄关姓帝君的客孙，哦，真厉害哦！啊，今日毋但伊足紧张的，连迄关姓帝君嘛足紧张的，关姓帝君紧张到规张面拢红起来啊！所以今日就要来欢迎控沙来甲咱讲伊甲关姓帝君的故事，欢迎。哎呦哇！你真啊有兼着咯，无？你真正要做台南先生？我本来是感觉讲吼，做台南城市，因为我逐看嘛，每一季的台南城市拢足厉害，我感觉我应该是袂使吧。毋过啊，分享故事的时阵就感觉，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是台南城市呢，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故事啊，拢有故事会当分享，所以我感觉这个趣味的所在就是，其实身躯边的人拢会当做台南城市。哦，啊，你敢有法度做庙婆？我甲你讲，我阿嬷真正是顾庙的，所以我自细汉就伫庙内底大汉的。哦，嘛是会使啦。啊，这个可能有机会。拜托，我还有这呢，我还有这呢，冻蒜，甲你做，安尼啦。够行呢，他袂开心，冻蒜啦，自行宣布当选。想要赢的呢，自行宣布动。但是你这个等一个，你边仔这个愈厉害。伊讲拜拜到找着红是影无？真正的啦，我已经投票啊。对，这足侪人有兴趣的，你拜倒一尊神明？讲实在哦，我嘛是关圣帝君的客孙。哦，哎呦，是一家伙啊！我是是。啊，所以你拜倒一尊神明？我是去台南。台南庙。武庙。武庙。嘿。武庙是关圣拜关圣帝君的。对。台南的4.5庙。对。4.5啊，5.5。是我叫4.5庙。伊这意思就是讲，较早咱伫咧拜拜的时阵，这是官做官的人在拜。哦。是安怎是看姻缘有关系？因为内底有一个月老就有名的，拐杖月老。啊，所以迄个月老伊就帮你看线。对，后一个礼拜，因为我即马住伫咧嘉义，后一个礼拜我转来台北做工课，我朋友介绍就安尼。有啊。对啦。一个礼拜。小挑行啊，即摆就行。等啊没有，买车票啊袂买。直接落了后，咱去好来。你无了解啦。你去过会使，你袂使。我袂使哦。3年无当乱来啊！3年啊！伊是爱情诈骗，互人爱情诈骗。去拄着这个诈骗的。今仔日庙婆的候选人伊敢有？我有啊。你有吗？你嘛是。其实我真伊外表看起来，敢若伊上适合。是毋是？哎呦！是安怎讲？是有人缘的感觉哟。对，迄个汉人较好。哦。啊，伫咧庙口的时阵，人会甲伊人一个。还是你得病啊？哎呦，我现在变垄断了啦！这是逆转胜。黑马啦！啊，若真正这2位候选人吼，你看因2个目前安尼笑起来，你感觉倒一个较赢面？较赢面应该是控3的啦。控3为什么？其实Joanna是安尼，Joanna看起来感觉，伊也是伫遐做庙婆的感觉。本来想讲，这间庙也是趁偌济。看富贵。收富贵去啊！所以目前是控3，较赢面啦。哦，安尼Joanna，你要加油啊！加油哎！靠你的内容啊！来，无Joanna先来。哎耶！对啊，欢迎他变鬼。
风庙邀请2位无同款的师傅，安尼比。咧烧饼就对啦。嘿，烧饼啦，就亲像我即马去控啥咧白头啦。嘿，这走景内底吼。 有108个仙灵，有个仙灵哦，伊是穿西米露的。哦，对，地形主无啊，嘿，这是抹石啊，这是我心目中吼全台湾吼上水的龙条。伊迄当初是安尼。对，该烤起来。安尼烤起来，烤起来。对。哎，那够这哈。这是啥货啊？欢迎大家支持我。无就那先来。哎耶！对啊喏，华裔都变过。大家好，我是嘉义异乡人 Joanna。今仔日我要带大家来去嘉义拜拜。这位来拜点。头一间要大家介绍的是嘉义的新丰庙，这嘛是我为台北搬去嘉义头一个实在的庙宇。伫咧新丰庙内底你会看到足多精彩的艺术作品譬如讲，这是家具烧。迄当时阵，庙方伊是邀请2位无同款的师傅，伫咧两边呢。是陈专友老师，伫咧后边呢是林天木老师。因就是伫咧庙宇的现场，安尼比，啥较厉害？咧烧饼就对啦。嘿，烧饼啦，就亲像我即马去控啥咧白头啦。嘿，好，我有是听讲赢的人会使留伊的名伫咧庙内底我会使看下一张。对，这就是即马伫咧新丰庙内底伫咧好边的条的顶悬，遮你会使看到，遮有一个台湾。台湾的顶头有写三个字，就是林天木。就是拄仔我介绍迄伫咧好边做家具烧的迄位师傅，所以即马我想大家应该拢知影是相输相赢。好，阮看下一张，伫咧新丰庙内底有足多足精彩的作品譬如讲，这是咧新丰夜的两边的道骹。新民道下骹你看到，这是啥？这是一个山呢，这是一个山。我会看下一张。伫咧两边这个山是日本时代日本上重要的山，就是富士山，就是富士山。伫咧好边伫咧好野的后壁的壁道顶悬你看到这是台湾上重要的山，大家会使有山对大家足好奇为啥一边是富士山，一边是玉山？伊是因为伫咧日本时代的时阵政府讲实在，伊是无想要台湾人去拜拜。毋过咧新丰庙的，我是感觉足巧的足聪明伊用即种的方法保留咱嘉义遮侪的传统的文化，甲足侪的神尊。阮会使看下一张。这拢是虎爷呢。这是虎爷，后壁是咧山。即马我要介绍这，阮看一下影片哎呦，这是啥？阮会使为庙的顶头看。这是足亲像蜘蛛网的八卦走景。伫咧这八卦走景呢，迄当时阵的这位师傅王景木伊真正足厉害伊无用任何一支钉伊是用榫卯安尼一个一个搭起来详细来看这走景的四边阮拄仔有看到四边拢有一只野豹
这是啥物意思？是四啊，野部蝙蝠，四树虎虎，嘿，树虎的意思吼。阮讲较详细来看吼，这个走径内底吼有108个森林，啊，其中嘛就特别咯，有个森林哦，伊是穿啥？穿西米露的。西米露，西米露是啥？西米露西装，西装，哦嘿，有穿西装的哦。啊，搁有吼，真正的。这是要安怎看？都一加啦，加，哦，对，还有地形树无啊，嘿，啊，搁有小天使，今天呢，有翅膀，它有翅膀，神鹿啦，神鹿啊，神鹿啦，吼，好，这是清风庙做趣味的所在哦。啊，后落来我要介绍的第2间庙吼，嘛是伫咧东市场内底哦，这是叫上中庙。这上中庙的无足明显哦，啊，毋过伊有2个足厉害的地印，伊是全台湾第1个上中庙，啊，伊嘛是嘉义市第1个历史上久的庙宇，历史上久，嘿，所以是几栋？300几栋，嘿对。啊，平常咧大部分的庙宇的条啊，毋是插做的，就是石雕嘛，吼。啊，毋过这条啊，大家看者，这竟然是啥？这是抹石啊！嘿，我会使看下一张。哇，嘿，这是抹石啊！迄当时阵，这师傅真正是足厉害哦。伊是用这铜线吼，铜线去刻迄个形，啊，用彩色的石啊，甲伊安尼像咧画图共款。吼，所以呢，即马哦，你去上中庙内底哦，你会使看到这条啊顶悬哦有龙，搁有鱼，搁有这啥？这是八仙，有八仙伫咧海嘿。伫我心目中吼，你拄则讲伊用迄铜线吼，去用伊迄个形是讲安尼，伊迄铜线是安尼。对，甲伊箍起来。安尼箍起来，啊箍起来。对。啊，是迄个色水才搁甲用起。对，这是彩色的石啊。哦，所以你现场拢会使看，伊这拢是铜线。会使，你会使去摸，嘿。哦，这会使摸去。会使，哦，嘿哦，会使摸。看到好，莫摸好。但是这手工有够油呢。系啊。真正足厉害的，足悬的技术。所以吼，这是我心目中吼全台湾吼上水的龙条，就伫咧嘉义。好，接落来我要甲大家介绍的，这是嘉义的朝天宫。朝天宫吼，啊无伫咧嘉义的，大家拢是叫伊是云林妈祖庙。啊，这间妈祖庙有啥特别呢？我会使看，遮有一个足细吼，这个图，我会使看下一张。哦，这是啥话的吼？这是嘉义足重要的艺术家陈澄波、陈澄波老师吼，伊真正是住喺附近啦吼。啊，这是伊咧画的云林妈祖庙。啊，真正咧，我是读美术，吼，所以我是感觉足特别咯。我嘛足好奇，为啥陈澄波老师伊会画遮多的嘉义，后来我才知影，对啊，伊就住伫遮，嘿，伊就是画伊的生活的所在。我会使看下一张，我是咧介绍庙宇，哪会有冰店？吼，这是嘉义即卖的台湾人的冰店。啊，毋过伊是陈澄波老师。进行住的所在。你讲这间冰店就是伊住的所在。对，所以这就是咧云林妈祖庙的后壁。哦，陈澄波老师伊嘛有画100度吼，叫做厝桥，就是为遮画去云林妈祖庙。哦，即马呢，大家来遮吼，拢是咧食串冰啊，啊无就番薯汤啦，番薯汤，佳佳，谢谢。我先加分一下。冰店咧卖。嘿，对，嘿，咱台湾人的冰吼。番薯汤，凉哦。谢谢。就胖，就胖的哦。
嘿，所以这是足特别的所在啦。吼，你就亲像咧生活伫咧台湾的美术历史内底。好，我来看下一张。拄仔我介绍的是陈定波老师伊画嘉义的庙，即马我咧介绍的是慈龙寺trí良寺。这个观音庙嘛是甲嘉义的足重要的艺术家嘛有关系哦。我会使看下一张，伫咧trí良寺内底的这壁倒吼是嘉义足重要的艺术家林玉山、林有山伊画的湿壁画。啥物叫湿壁画咧？就是咧壁倒顶款的这水泥还袂干的时阵，伊直接画咧顶悬。吼，所以平常啊，阮要看艺术家的作品，阮要去美术馆，去博物馆嘛，吼。毋过伫咧嘉义足精彩啊！你去寺庙，就亲像咧看展览，嘿。所以嘉义的庙宇哦，对我来讲哦，就亲像啥，亲像民间的美术馆。哦。以上是我的介绍。哇，那够多哈！欢迎大家支持我吼，以后欢迎大家来嘉义佚佗，你会使去食鸡肉饭，嘛会使食砂锅鱼头，嘛做伙吼来踅嘉义的庙，做伙来发现嘉义庙宇的水。赞！多谢大家。动算。拜拜，敢若咧踅博物馆。我讲啊，这袂歹。其实拄才讲的这几间庙，拢捌去过。哦。嘉义城隍庙较特别是每年拢有一个嘉义的迄个那个城隍文化节。嘿，对。其内底有一寡足特别物件，恁网络嘛拢看得到，伊的人会敢若安尼甲囚犯共款，伫咧内底陪因游过。你讲像的，甲囚犯共款。就是囚犯啊，因就摕一个物件，甲一般的人要消灾解的人，就甲你封起来，就缀伊咧游过安尼。哦。你讲，比如讲我即摆我想要消灾解的，对。我就讲我去报名，拜托你甲我安尼。对。扣起来。就扣起来。扣起来了，去游街去游街，替你消灾解。因为有人话还官符啊，还什么死符啥，你就会当用这个方式去化解。哦。对。等于你已经去互关过啊，唔免搁关啊，对。但是即马佫有一寡少年啊，因为即马咱的宗教文化拢较少年，伊嘛有互人装一寡，敢若万圣节共款。对。装一寡鬼装啊啥，啊陪神王爷出去闹叫，这嘛拢有。这一寡咱家己以外，就是神王庙以外的代志。所以你今仔要竞选庙步可能较难。这个庙讲太专业了。袂使好。伊有甲伊加分补充一下。你嘛会补充。那也麻烦你哦。所以目前为止，你差不多会互伊几分？先互你70分啊。哇！真会到。嘛袂歹严格呢哦。安尼。唔过安尼我会紧张咧。你哦，这70分咯。你稍爱先好，先好，来啦，我来。欢迎讲啥？欢迎讲啥？大兴神寺，行三步就爱一跪，来三步，来我几边好，来。你跪，我这是咧讲啥诶？我做跪拢忘记，几边啦？我今仔嘛有带阿公互我的客孙录啊，我嘛有呢。哦，你嘛有吗？所以做客孙会知安那，过年也会互你红包。我有一个伫网络的跋杯，安尼就会跋去啦。我即马想要求我姻缘啦，来看哦。一杯呢？伊只就会出来一条，你今仔会签。唔讲安尼我会紧张咧。你哦，这70分咯。你稍爱先好，先好，来啦，我来。欢迎讲啥？欢迎讲啥？大家好，我是控三，我为还袂晓行路，就开始拜拜啊！那安尼对我来。哎呦，阿嬷，
嘿，若是讲到我拜拜的咱先生，就是阮阿嬷。因为诶，厝为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就定定带我去拜拜。啊，我会记哩上定拜的庙，就是伫九华山的大兴神寺。啊吼，伫遐因为我住高雄嘛，所以啊，大家去庙里拢是。差不多透早3、4点就爱出门啊，所以我迄时阵就感觉哦，拜拜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因为逐工拢爱足早起，3点就阿嬷学起来安尼，啊，所以啊，正正就定定看阿嬷去拜拜。伫大兴神寺遐咧有一个大家上出名的，就是雕山。啥物是雕山？咱看后一张。就是啊，这是我。你哪会咧哭？我袂去，好心脏啊！我袂去做啊，唔是啦，这是我咧拜拜啦，因为啊，雕山啊，遐定定人拢是行3步就爱一跪，3步一跪，就是安尼行3步，啊，咱就爱甲跪落来。是三跪九叩的迄个。嘿，是三跪九叩，其实是3步一跪，啊，9步一叩头的意思，3跪9叩，所以咱伫遐就是爱3步，啊，就有人要试看卖无？一跪。我使去跪，我使去跪。来，我来跪哦，你讲。来3步，来啊，我跪迄边，好，来。你跪，我这是咧动脑的，我做跪拢无去，你平啦。跪观众朋友，对啦，嘿啦。未够的，未够的。我最近开始跪啦，唔免啦，我袂跪啊。嘿啦，会使啊，会使啊，艺术节啊，是安尼安尼呢？有知影是安怎是3步无？唔是毋是4步，现在毋是5步。唔是安那。因为啊，人咧讲啊，行3步其实是看咱的身悬是共款的。一个人行3步，就看你的身躯的悬都是共款，所以你咧行到遐的时阵，有时点仔咧讲，你咧反省你一世人啦。嘿，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啊，咱迄时阵就是安尼，这就是正正的大兴神寺。毋过迄时阵哦，咱看后一张，这是。张礼拜，迄时阵的庙啊，毋是路遮平，全部拢是细粒石头的路。有去拜拜过，应该拢知影。迄时阵还未修庙，所以全部的路拢细细粒迄石头呢，你遐甲跪落呢，我感觉吼，迄甲差不多爱行，印象中是2点钟。你着安尼，因为路足长的嘛，你3步就爱一跪，所以差不多行1-2点钟才会到遐。所以你骹头唔着拢老火？无老火啦，毋过就是感觉，拜拜对我来讲真辛苦。毋过啊，迄时阵我阿嬷足厉害。为虾米阮会一直对着阿嬷去拜拜？因为迄时阵讲着雕山，阮就会惊，所以阿嬷就讲，你要去烧圆仔无？因为啊，伫庙内底有真侪趣味的物件，譬如讲伊的烧圆仔，就带囡仔去遐烧圆仔，啊，甲圆仔当做是平安的物件带倒来。嘛有后一张，嘛有像这。平安米啊，无就是水果啊，这寿头啊，伫遐平安米是真侪人会去遐，就是讲拜拜完一定爱留落来食这平安米，因为这是为真侪志工啊，就是为人切菜、为人洗菜、为人用，所以这碗面伫我的印象完全袂甲这味袂记哩，就是一直会记哩的一个味。有一点仔想讲，行遐侪辛苦的路。啊，食第一碗面，嘛有一种感觉是讲，毋管你今仔安怎，一定有人甲你伫后壁甲你加油，迄种感觉。而且你也食完面有一件代志伫地兴神是一定爱做的，就是爱去摕迄平安水，伫遐足红的哦，这平安水伫遐真红，逐个人拢会摕迄罐啊，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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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甲带转去。你也是讲今仔日怪怪。也是讲有一点仔小感冒，也是刷着，也是跋倒，也是安怎？阿嬷就会讲啊，你着啉这平安水。所以即马大汉的时阵啊，一定无住伫高雄啊嘛，阮阿嬷就会摕这，摕这平安水，啊，互我怪怪，互我大。你是有刷着的？你即摆才知你怪怪。你头拄互我跪着，我甲你，你莫甲我平安水啦。这是真正阿嬷互你平安水哦。这是真的阿嬷互我的。珍贵呢。嘿。所以你着算来到台北咧主持的时候，阿嬷嘛会时间到了寄平安水互你。我就是有转去高雄的时候，阿嬷就叫我赶2罐转去啊。系啊，迄平安水就是有时阵我若去外口拍片，爱住饭店嘛，你感觉饭店迄气场无介好，你就是喷喷的。家己新的安那，我感觉安尼较重要。系啊，刷来咱这边的要甲大家介绍，因为我伫
屏东出生的，所以伫屏东遐有一个伫东港边仔的静海宫。这个静海宫啊，伊是用行的，就会当去海边啊哦。你看伊真正足近的，伊遮就是沙滩，啊遮就是海边啊。平常时啊，伫东港遐真侪人是讨海人，是甲海拼命，甲海拼命用海来做生意的。所以迄时阵就人讲一定要请一个王爷去遐甲定，所以就叫定海宫。毋过即马真侪人咧讨海啊啦，所以即马人有啥物大代志，你今仔要买厝啊，要搬厝啊，还是讲要结婚啊，啥物的，你拢会当去遐拜拜。而且你也是讲，我即马就无法度去东港啊，我就住足远的，无要紧。即马的生命足对着时代的，阮有坐。我看后一张，就是这啦，抽签跋杯。跋杯呢，毋是讲去遐跋，就是阮有一个伫网络的跋杯。安尼就会跋起啊。因为即马科技，即马的生命啊，就是讲，你也是我家己感觉，你也是人爱。有去到遐，互七王爷讲哦，伊知影你，你较伫网络遮拜，我感觉安尼较好啦。无你就是拜完了，较等于找七王爷嘛是爱过啦。这就是伊的一个 app， 内底呢就是有一个定海宫，要安怎求签，甲你的名、你的地址啊，甲你的想要求的代志甲讲，讲完了后就试这个。就会当开始抽签嘛，所以今仔日有人要来试看卖无？大牌你来啦！哎呀，求安好啦，好啦，来啦，就需要诶。你先伫心内讲你的这啦。好，其实我的名我是李太如诶，我要求吼，我的姻缘啦，姻缘我为海海导览城市开始主持了，我就无人爱。啥物会啦？因为甲咱的节目有啥物关系？因为我的好运拢互这个节目啦，我的所有的精气神拢互这个节目啊，因为台语实在是无简单。好，所以呢，我即马想要求我的姻缘啦，啥物时阵我的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会出现，好无？好，你甲点一个。点一个签筒，点落。好，大牌一支签，来看今仔是啥物签？有够久的。好哦，伊抽完签了后爱跋杯，来你爱看，你点者，你点者跋杯，而且线上跋杯爱讲你的签敢是60号？哦，黄甫千岁，苏府七代雄，我的签敢是60号？若是，互我一个圣杯。好，来看哦。圣杯呢？来，伊遮就会出来一条，你今仔的签。画出光辉本清袂歹呢。吉，无魂总是必应色，何来用心再做福？东关婚礼。便有益哦，敢若看来是袂歹，毋过你也是，我拢完全无了解是啥物意思。这个吼，拄则这吼，对，你嘛免讲去解说，种这签啥，伊会甲你讲门当户对，一定是。真正假啦？伊会谱出来，一定。这因人咧谱啊啦，恭喜！好姻缘呐！哎呀，多谢。你若是唔知的话，伊才有一个有解说哦，有解说，你甲点落来，伊就会当甲你讲，你啊画光出来的时阵，你本来就足好的，好，我本来就足明亮呢，本来就足好的，毋过有时啊，迄魂啊飘出来的时阵，你会这粒魂，你就是我的魂，有时出来挡住我的姻缘啦。就是讲吼，你也是问婚姻呐，婚姻诶。难得是，就难得，他做了较好的姻缘，你知无？唔是讲大家都会着，你真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手才有直直，来，满满的正能量吼，就是安尼，就是爱安尼，好签。
这意思就是讲吼，是其实有真侪人吼，都是想要甲启用爷要开讲，还是要问代志的时阵，其实你就会当用这个网络，甲伊安尼连线。啊，有一届阮朋友就问我讲，你安尼才会准，就是无去现场才会准。我就甲伊讲，你拢用手机啊咧谈恋爱，你无相信这嘛？嘿啦，啊，刷落来，阮有去山顶嘛，有去海边啊，即来阮来市内啊，伫台北我上定去的，就是拄则讲的，就是阮客阿公的庙，这是文主公庙，遮伫遮啊，行天宫，大家拢会来遮拜拜。啊，我今仔嘛有带迄，就是阿公互我的这。我嘛有呢。哦，你嘛有吗？嘛有啊，有呢，你家嘿，所以你拢是，这要去倒买啊？这就是是。你拢是客孙哦。嘿，这是客孙录啊。其实啊，若是伫遐，我迄时阵会摕到这，其实嘛是我感觉足有缘分的。是迄时阵我去遐拜拜的时阵，啊有一个伫内底的师姐就问我讲，你敢要去做文主公的客孙？啊，我就讲，啊要安怎做？伊就讲你就是去内底遐问事处遐去拜拜，去遐跋杯，所以我就是有求到这。所以做客孙会使安那？过年也会互你红包，晓？客孙的话，其实吼，伊拢是逐年拢爱等于换录即个地啊，逐年拢爱等于换，因为啊有些生命是收客囝，毋过伊文主公伊是较成绩较大啦，所以无咧收客囝，伊收的拢是孙。嘿，所以我感觉嘛是足好的所在，是讲，今仔有阿公伫身躯边来甲你保庇安尼。上大的靠山。嘿啦，啊，阮看后一张，伫遮咧有一个嘛是足穿的，这就是收件，大家去遐看拢会是哇。排少侪人的，因为啊，真侪人是讲，也是你感觉身躯怪怪，是讲今仔要求平安，你得当去遮来收件。这收件为11:20一直到6点半拢有。我感觉这其实足好的，因为有时啊，朋友甲我讲，伊敢若无啥欢喜，无啥爽快，我拢袂讲啥，我就讲无你去收件啦，就是叫伊去收件安尼就好啊。啊，我感觉今仔你介绍的三间庙，其实看起来拢无共，毋过有一个共款的所在，就是伊拢会当互阮好好啊听家己心内的话，毋管是你咧求签的时阵，你甲问题讲出来，其实你嘛知影家己想要啥。啊，你也是去收件的时阵，就是互家己会当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相信一切拢会有上好的安排。那呢，就是我的介绍。哇，厉害哦！谢谢。这个既然来选庙婆，来问看下庙公咧，伊拄则这个表现安那？伊上加分就是后壁迄段，因为庙有人拜，毋是讲你一定爱偌迷信，还是讲你一定爱偌安怎，是咱去拜一个安心。对。一个庙婆会当讲出这，对人感觉讲，哦，这个庙也是正心正念的，这最重要，所以袂歹。赞谢谢。啊，若一个庙婆伊咧甲你讲这了，啊，伊无甲你讲，阮即间庙边有啥物好食？你感觉这安尼敢会分数敢卖互伊啊？袂要紧啊，伊拄好讲迄间庙内底有传啊。哦，安尼。你无要紧，伊有要紧，伊要紧啊！伊要呢？迄着爱搁拜，爱搁安尼吼。有啦，好就讲我甲你传好啊啦。啊，你有咋？有啦，这爱加分，爱加分嘿，啊，你若无啥，有啊，你嘛有啊。我去啊！挂乡哪会当无食物件？是啦所以咱即摆就要来去食物件哦，行。来去。好，谢谢。啊！这个肉蛋伊伫台北真有名。哦，这地有够好哟，够香的，哎呦喂啊！这我特别要介绍，是因为伊 CP 值真悬，伊安尼才50块尔。安尼。一大碗。真若送我阿嬷偌欢喜。阮家己的卤丝吧有松板子。哦。伊米花内底有一点仔无共款的物件。这是啊，搁有这是袂使你讲伤多，我加分汤尔咧，这有加分加掉，有加分加还好，差不多加45分。挂乡哪会当无食物件？是啦所以咱即摆就要来去食物件哦，行。来去。好，谢谢。啊，这是蚬啦，是那有在变蚬啦，这是有啦对啊。
这个是伫一个阮拄则讲行天宫遐边啊足有名的一个鹅肉档。哦。这个鹅肉档伊其实伫台北真有名，就是人讲台北的鹅肉一定拢会想到因这间。啊，这间这我特别要介绍，是因为我感觉伊真 CP 值真高，伊安尼才50块尔。安尼。一大碗哦，真正是食袂完迄种哦，就是迄时阵点的时阵想讲50块应该是一点嘛，点来先惊到那济。哎呦，来哟，就入味咧。这安尼吼，真入味，啊，都袂咸。谢谢。这配成味就适合的。是呢，这袂使伤咸。我感觉安尼食就会使。食看嘛。这哪都是呢。我甲你试下足青的，海味，是海味，会接受。因为时来拢足足肥的，足肥的，足好食的。哦，这是台北的，这是台北的。台北。你讲安尼50块，真正一碗，真的。安尼你50。真的，你真正是食袂完，搁爱大顿的迄种的。哦，真若送我阿嬷偌欢喜。真的啦，哎呦。啊，底下一定要点的就是因的鹅肉。嘿。因的鹅肉有迄烟熏的。请用。请用。啊，透早爱吼，温酱吼，拢会使。透早迄咱化妆师飞来讲吼，逐工来经过尔吼，啊外口拢看人咧排队。永远的，伊唔管是落雨天，嘛是外口一堆人，拢是人。你有食到？对啊，就迄人介绍的咖喱啊嘛，就是做这个吧。好吃呢。好食。哦，这鸡味够好诶，够香诶，哎呦喂啊！内面这酱哇，拄啊麻，食原味嘛，真好。切甲足薄的啦。到这个我甲你讲，我感觉伊遐上厉害的就是，薄。伊毋是用切的，伊是用剁的。用剁的。伊一定爱甲伊的师傅讲，迄袂使用切，因为用切的伊的汁全部拢流出来，伊一定爱爱用剁的。紧。伊的内底水较会伫肉内底。哦，是安尼哦。哦，所以伊的刀法足强的对。对，足厉害的。对上。好食。做那是这来。恩将节嘛。唔是，即摆我是为家己来的，这是卤食吧。伊叫卤食吧。卤食吧。嘿。啊，伊这讲法有啥物无共？台南大家的差别。台南叫烟枪食吧。台北咱讲黑白切是毋是？迄看黑白切嘛，是点仔无共。我是感觉无两块，无共款。较早吼，这是迄个板道，迄个中破西。对。啊，若小月的时阵有无？伊嘛是爱过3顿，所以伊就爱甲这个物件用好了，啊算卖互这个民间的人。是安尼。民间的板道的。民间的板道。爱为多一个开始。拢会使，我介绍有啥较特别的吼，这大家应该拢有食过。米血。米血。米血内底有一点仔无共款的物件。这青色，这是什么开心果哦？这是番薯枪。番薯枪，大家会使食看卖。食看卖。番薯。啊，是阮这个酱吗？阮这。哦，搁有瓦萨米，啊，蘸用豆油了。嘿，你嘛会使辣辣的。啊那，啊无我辣好无？好啊。这口感有感觉香，不是 QQ 的，伊真正有食着番薯的甜呢。有啊，真正啊，真正白凉水去。对，白凉水去。搁有啊，这是大家会使约看卖，这是红烧吧？甜不辣？是，这甜不辣吗？白滚啦。松板猪。阮家己的卤食吧有松板猪。哎，大家嘛会使食看卖。我大家看者，这个松板猪。哦，好。这有比你的山猪肉较好食。这较好食啦。这较好食哦。嘿啊，山猪肉还伤搭。搁有这金粿。金粿哦。金粿。这若是伫咧南叫金丸。金丸对。都差一字安尼。啊，这内底是包啥？金。上以前是真正有红。金吧。对。啊，这是卵香。嘿，对。这是黄色的，是卵。哎，我第一届食这呢。是哦。我无食过。搁有这是粉尘呐。粉尘。啊，内底有啥物？内底有肉夹。米吧。啊，那有粉人啊是？有黄的红曲。
哦，哇，啊，搁有这是袂使你讲伤多，我加分名嘞。加分好，这是啥？旗鱼肠。哦，旗鱼。哦，鱼啊，这我嘛无食过。鱼。我刚刚食头前3项我就已经要饱。你阿公的你是？有气味就特别嘞。你大概是南京菜吼。嘿对，我切。切啊，多介意。这真正这像咱去食板豆头前迄个冷盘，对，咁足澎湃，啥物拢有啊，啥物汁水拢有，你敢若看你就欢喜啊。系啊，你欢喜你讲，我欢喜啊！我最爱食烟浆食肉，卤食肉，加这有加分加掉，有加分加还好，差不多加45分。来，手机啊，摕出来啊！投票，哎呦，你这新闻啊炸丢就丢啊！哎水，那较紧呐！好，拢投好吼，来，到底今仔日像是今仔日的苗博节2、3。其实我本来为着这盘，真正就想要走票，的，但是因为拄好我讲嘛，来拜拜的时候人拜到安心，拜到欢喜，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你比我介绍到无好，你讲唔对拢袂要紧，但是你有人感觉我来遮我足欢喜的，我心情会足好的，我感觉这点最重要。这嘛是完美的。这心情好，但是在这样开落去吼，逐边人来拜拜吼，可能有爱钱赶紧去吃啦，赶紧去吃，介绍人去吃，开始我们去吃。刷你们。哦，因为头拄我空山，互我机会当拜师啊。我头拄毋是甲你拜。你。哇，虽然矿山的台语哦，讲的就遮顺啦，就迄那老师台语无真好，但是我看到我家己，就拍拼的，伊试图把它讲出来，互大家知，艺术的角度呢是真趣味啦。嘿啊，后一摆搁来，来讲较济，好无？我导演嘛是甲你同款，哎呀，因为伊真正是完全袂晓讲台语的，但是为着要来遮导览遮的内容，因会甲翻译，嘿啊，感谢呢，矿山嘛足赞的，够赞。多谢两位苗婆，哎呦，你多好啦，大家平安，拜拜哦，嘿，观众朋友啊，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欢迎来海导览前线讲给大家听。节目看无够，袂要紧，台台语台，我这频道随时拢伫遐，咱后一站相会，拜拜。